3月18日美股前瞻：一、激光雷達測試視頻引爆市場 ，Lumina 股價前一交易日狂飆27%，有力提升了 Lumina AR 的市場認可度。長期而言，隨住自動駕駛需求增長，疊加股價有望在回調後重拾升勢，前景值得期待。2、金價強勢突破每盎司$3000，直接刷新紀錄新高。在這波漲勢中，美國銀行、花旗、麥格利等華爾街大佬，堪稱堅定的多頭代表，一路力挺黃金。麥格利大宗商品策略主管 Marcus Garvey 表示，依舊認為黃金後續可能會有相當可觀的上漲空間，上環把黃金目標價上調到了$3500。3、特斯拉 Model Y 長續航版漲價1萬元。3月18日，特斯拉官網顯示，特斯拉換新 Model Y 長續航全輪驅動版漲價1萬元，最新價格$313,500，後輪驅動版價格不變。4、以印尼股市開盤後持續下挫，印尼綜合指數盤中重挫5%，觸發停牌機制。在重新交易後，股市繼續下跌，印尼綜合指數一度跌超7%。分析認為，投資者對宏觀經濟的擔憂和消費疲軟，成為印尼股市近期持續回落的主要原因。5週一，美股低開高走，三大指數集體收漲，延續了上週五的反彈勢頭。經歷週線級別4連陰之後，本週具備反彈力量，但大趨勢仍是向下，警惕下跌中繼。